喂，炒開股票嘅你哋有冇諗過，未來嘅股票交易可能完全唔使經傳統大行？重磅消息嚟啦！華爾街大行 Galaxy 嘅分析師 Alex Thorne 爆出，美國證監會嘅CC正考慮廢除一啲關於股票買賣盤同報價嘅舊有規則。呢一步就係要拆咗嗰度阻住代幣化股票喺去中心化平台上自由交易嘅最大屏障。即係話，你啲 Apple、Tesla 股票將來可能好似 NFT 咁，變成一個加密代幣，直接喺去中心化交易所買賣，7x24唔收爐，仲可以拆到好細嚟投資。監管一鬆綁，傳統金融同加密世界嘅高牆就會開始崩塌。邊個會係最大贏家？會係你同我嘅投資新時代，定係會引發一場監管同市場嘅大亂鬥？記住訂閱 Tech Matrix，帶你衝入金融革命最前線。